下面我们讲那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呢，就前面讲了，嘉兴什么七支功，然后真心广大发愿，竭心以功德这个结尾啊，就舍益，以功德舍益或者结尾。那么现在是第三个，就是以竭心以功德这个社会呢，分那个暂时的果报和这个究竟果报，或者是合适的果报吧，就是来世的果报，就是可能分两个方面的。其中就是第一个就是昨天讲完了，那么今天讲的是第二个，就是来世果报，主要是可能就是以来世果报为主，就这样讲的。那么这个也是分三个方面，就是首先是讲这个获得这个世间这个异俗果啊，就是获得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异俗果，讲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怎么说啊？就初心众类及容舍相好智慧先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堪为三界所应供。那么这个就是说就诵持普贤行愿品的话呢，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就是获得了这个异俗果啊。就是也有，我们知道这个异俗果的话呢，不论在这个人当中，还是在其他当中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其他同类的众生呢，就是没有的这个很多的一些特殊的这种功德啊，就是功德。那么这里就是讲了，就是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种族高贵，还有呢就是它的容貌端正，还有这个端正，然后那个色彩就是润泽啊，就是这个还有这个相好圆满和智慧这个圆满啊，就是这个智慧广大，然后一切魔种和外道都不能摧毁。并且呢，就是成为整个这个三界当中的所有众生的这个因供处啊，就是讲这几个方面的，所以我想大家就是一定会是听到这个功德之后呢都会就是愿意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因为普贤行愿品就是念了以后呢，就是它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有不可思议功德的原因呢，就是将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啊，就将来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具有就是在我们这个众生当中就是比较这个超群的一些这个功德。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种族和种类，也可以说是这个种族的话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高贵的，就是像印度呢一般是婆罗门呐、王族啊，就是比较这个富贵的一些族。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虽然并没有特别的这个讲究这个种族问题，就是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我们人类呢，因为前世的这个艺术过不相同的原因啊，就前世的这种过因不同的原因呢，就是寄生当中呢，的确也是比如说就是两个这个双胞胎的话，那就是一个就变成了就是很多人们就是比较这个恭敬的这个对敬的，一个呢就是不能成为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就是有权利、有地位、有这个财富的，就是人人都非常这个恭敬的。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也是像官员呐、像一些这个富翁啊，就是之类的人呢，那么人们都是会非常这个恭敬供养的，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人类啊，就生生世世当中。然后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种人呢，就是他是在这个无论是转世到这个人和这个众生当中的话呢，他的这个五官就是端正啊，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容貌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啊，就看起来的是就根本就是照不到，就是在他的比如说他的这个个子的高矮方面也好，或者说整个这个五官方面的话呢，我们世间人呢，就是有时候是很难就是找到一个特别就是找不到这个缺点的，就是这样的人很难找的，这就是我们这个前世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就是如果真正这个生生世世念诵这样的话，那就是那么生生世世都会他的整个这个形体啊
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可爱，就是也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包括它的这个肤色啊，就是肤色的话呢，就是像那个佛陀的这个入舍一样的这个金色那样的，或者是不管是白也好，白里透红也好，有些人本来那个比较好，就是整个这个就是整个怎么说啊，就是面容都是比较好看，但是肤色就是不好。有些是肤色还比较润泽，就是有这个光泽的，但是呢，就是又长得不好，就是所以就有这个好多好多的这个缺点。自己也是觉得，就是现在城市里面的试镜的是，就是在脸上就是覆抹这个东西，覆抹那个白色的、红色的、灰色的，有些是那个就是好像是里面的是有各种这个星星一样的，就是有这个什么清明星啊，就是有这样的。反正现在很多人但是如果脸谱线心愿品的人呢，就是不需要，就是这个涂上啊，就是脸上啊，就拼命的就是敷各种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就是这是这个好像有些酱油里面就是绒和色呢就分开的，还有这个香号，就是香号的话呢就是32香和这个80号，就是80岁号就是如果这个得佛陀的时候呢应该有这种这个香号，如果没有得佛陀，一般这个转轮王和就是比较就是高贵的高尚的这些人呢，就是与这个香号比较这个相同的，有一些庄严的这个像吧，就是跟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特别就是壮观的这个像，然后呢，就跟与众不同的一些这个就是有些这个这个特点，还有这个他的智慧呢，就是能牵出一切黑暗的、愚痴的这样的这种智慧，不管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这些智慧呢，就是极其广大，所抉择的呢，就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出入的这样的这个智慧圆满。智慧圆满就这是居住的，就是这方面就是这样的，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一般生世都是的确也是这种人呢，就什么方面就是人具有了智慧，然后从各方面的这个功德去具足的话，就这是非常这个需要的。就是我们经常也是讲那个就是气德就是实践的这个气德，比如说这个高尚具有这个财富长寿就具有什么这个智慧就是无比呢等等，就是那么就是这些具有这个七种这个德就是七种德，就是还有这个缘分好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人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还是非常这个需要的，非常这个需要的。这样呢，就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就是会这样的。有些法师经常讲就是大家好好的这个信这个善法，就是如果好好信这善法的话呢，你这个生生世世的一定会是这个好看皮肤细如什么什么，一定会是什么什么，就经常讲这些，就很多人也喜欢听，就是我们这个就讲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有些人都不一定，就是尤其是在家一些居士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当中的话呢，你好好念佛，你长得很漂亮，就是肯定非常不错的话，那就是都会拼命的使劲的会念的那个。所以这是那个就是居住方面的，还有呢就是在实践的这个默中就是什么是默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三法度这个三法这个慧命的，度三法命的，就是像大智度论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默。那么就是默完不训为主的所有的这个世间的成千上万的这些默中呢，就是也是不能就是对你这个丝毫的这个摧毁或者是这个破坏就是破坏。同时呢，就是不信仰这个佛教的实践当中各种就是60种360种当这个外道就是这些外道徒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佛教徒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就是都不会就是任何有这个损害的。我都经常想，就是像以前那个上师如意宝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些传承弟子的话呢，也就可以说是终身都是这个修普贤行愿品的，一直念诵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在相对而言的话呢，就是在他老人家的道场和相关的一些这个传承当中的话呢，一般就是邪魔外道都是很难以这个就是进入，就是可以说是无迹可乘就这也是一种不共的这个缘起力。我想我们汉传佛教当中也是特别精进，就是念诵普贤行愿品的这些大德的这些大德们的话呢，就是在弘法利生的这个旅途当中的话呢，就是几乎都是所有的这个魔种所有的这些违缘的话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有能力呢，就是对付或者说是这个摧毁消灭，就是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大家应
该就是身心就是这样的这个金刚语啊，就身心金刚语，一定要就是以后在自己的这个有生之年当中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念诵普贤行愿品。以前上师如意宝的就是讲过，就是本来我们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出违缘的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八大法性里面的一些蒙修仪轨啊，还有这个金刚诀啊、马图明王啊，还有那个就是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蒙修法。但是这些蒙修法呢，就是我们这个修持蒙修法的这个人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大圆满或者说密法的深远次第的境界的话呢，虽然这个法很殊胜的，但是有一些使用起来的话呢，也不一定是或非常的这个成果。不如呢，就是以这个慈悲心来就是念诵啊，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在修道过程当中的一切的这些违缘和障碍呢，就是全部会这个销声匿迹的啊。所以上师以前讲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是亲口就是这样讲过。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有时候啊，经常就是听到是啊，我现在修行过程当中又出现魔障了，又出现违缘了，就是这种违缘呢，当然有各种各样，有些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的一些无性的这个非人的一些违缘呐，在你的心里面呢，就是产生一些恶念呐，然后你的行为呢，就是不知不觉的是往这个恶法方面呢，就是开始这个就是转移啊，就是有这样的。有些呢，就是表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亲戚啊，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好朋友啊，就是他们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呢，也有可能就是粗暴的行为，也有可能非常这个温和的这种手段。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让你离开这样的这个正道，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魔种啊，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外道的这个违缘。那么这些违缘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经常呢就是会这个就是遇到的啊，就是这些的诸如此类的很多的这些魔障啊，就是有形无形的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普贤行愿品来会这个迁除啊，就是会这个迁除。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就经常呢就是要这个懂到了，就是什么是这个魔的话呢，就是其实魔呢就是按照这个大乘，就是比如说像大智度论啊，或者说是一些华严经的观点的话呢，基本上是属于自私自利的心啊，就是自私自利的所有的心呢，就是属于是一种这个魔障尤其是利益众生方面呢，你不愿意发心啊，或者是这个发一个这个孝的这种发心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只是仅仅的就是修一点点善法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是一些这个难度啊等等，就是《华严经》里面讲了十种魔障啊，就是十种魔障，其实这些都是就是以这个大乘发到大菩提心，或者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前提下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行持六度万行，与他相违的一切的这种言行举止呢，就是称为是一种这个魔障啊，就是对菩提心相违的一切这个行为呢，都是魔障的。这是从比较这个就比较严格来讲的。当然，我们平时呢，就在生活当中是经常就离开善法的一切的声音也好，一切的形象也好，一切的这个念头啊，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说是它是一种这个魔障。所以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真的也不会就是遇到就是这些，即使遇到的话，那很快会就是远离的啊，就很快会远离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再三这个希望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啊，就是不管是你是居士身份还是出家人的身份，现在就是无诸恶事啊，就是可以说是某种极其猖狂的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现在如理如法的这个修持正法的人呢，可以说是这个凤毛麟角，就是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那么这些人呢，也随时的是自己呢，就是有一个可以说像那个就是披上这个铠甲一样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对抗这个敌对。就原地的一种这个能力，或者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大算，就是那么这个是最好是这普贤行愿品。我们有些人呢，就是念一些这个护论的这个咒语啊，有些人呢，就身上就是披上一些这个铠甲啊，就是包括有一些这个就官兵的话呢，就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呢，就是身上就是一直就是别人的这个子弹不会这个穿进来的，就是我看到这个很多美国这个士兵的是他们这个穿的是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原来在伊拉克那个在那边打仗的时候，我看到就是在那个就
我也不是去伊拉克去看的，但是呢，在其他地方就是看了以后呢，我觉得是特别可怜。他们是有时候是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在外面就是放子弹的好多东西就串了，就是很多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那就是也不一定担心这些啊，担心这些。但是确实是魔动的子弹的话，那比可能实践的这个子弹就是更要这个厉害的，就是更要厉害的。一旦就是穿入了你的这个心脏以后的话，那就是无可救药，就是有这样的。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很多道友的话呢，也是最后这个入了这个子弹以后，就没办法，就是最后就是。所以呢，就是经常念诵普贤行愿品呢。还有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人呢，就是可以说他是就是在三界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人天呐、众生呐，就是对他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品做供养的话呢，也是可以这个接受的，因为他是就是可以怎么说啊，就是就发大乘菩提心，然后呢就是念这样的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别人就是对你这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诸天人的话，那就是就念普贤行愿品的人，这个做这个菜下的这种围城的话，那就是那么就是天王也是在可以这个顶戴啊，就是这个天王也是可以顶戴的。所以呢，我们实践当中的各种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不管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经常呢就是接受这个别人的这个供养啊，接受别人的定力啊，接受别人的这个赞叹和恭敬的话呢，自己就是担心呢，就是接受不了，就是有时候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担忧。其实呢，念普贤行愿品，把这个三个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回向的话呢，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一些有漏的这个财富的这些遗俗过报的话，那就是完全的是可以这个消解。而且呢，我们经常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别人对你做了什么什么供养的话呢，那至少也是就是你就供养比较大的话呢，就是专门为这个亡人或者是为这个活人呢，就是那么就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做这个回向啊，就这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这个学院当中的话呢，一般这个供在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就念这个随念三宝经和普贤行愿品啊，就是一直是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一直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因此呢，就是这个念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在生生世世当中都是就是得着这种这个果报啊，就是得这种果报。那么这是第一个可盼。